得咯啊，知道啦，我一陣間退佢，我唔返去啦，你自己食啊。做咩樂哥？同邊個傾電話？咁燥嘅？唉，我媽。樂哥，你咁同你媽講嘢嘅，係咪有咩事？講嚟聽下。冇咩啊，有時就覺得佢好固執。我見呢排天氣凍，咪買一台暖風機俾佢咯，喺房間暖住，瞓覺舒服啲啊。佢又話我買翻去亂使錢，又話嘥電，叫我退佢啊。樂哥，大部分父母嘅心態都係咁樣嘅，佢哋寧可自己慳啲，將最好嘅俾你，但係咧又唔捨得你使錢喺佢哋身上。只要你過得好，佢哋心就會安樂。呢啲就係為人父母嘅心態啦。我知道噶，我知道佢哋唔捨得我使錢喺佢身上，但我做仔嘅，肯定想對佢好啲噶。同你咁多年咧，了解你性格嘅，你對你父母都好好。我哋做人咧，既要有孝義之心，亦都要懂得點樣去孝順父母。大鵬哥，孝順父母除咗俾錢同買嘢，仲有咩麼？孝順父母嘅方式咧就好多種嘅。第一，要尊重父母，同父母講嘢嘅時候，唔好話大大聲去講，要心平氣和咁講，冇過分去爭執。凡事多同父母商量，尊重父母嘅決定。人老咗咧，就好似小朋友一樣，要氹嘅。第二，要關心父母嘅健康。人老咗，身體上多少會有啲問題嘅。咁我哋作為仔女嘅，平時要多啲觀察父母嘅一舉一動，留意下佢哋身體上嘅變化，從細節上關心佢哋嘅健康。第三，教自己嘅小朋友去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唔係話自己孝敬就得噶啦，仲要教埋自己嘅小朋友一齊去盡孝。為人父母，自己要做好榜樣，尊敬老人，尊重老人。父母就係小朋友嘅一面鏡子，你點對你嘅父母嘅，將來你嘅小朋友就點對你。第四，唔好嫌棄自己父母。如果父母行動唔方便啊，就要多啲關心，多啲照顧佢哋。唔好嫌棄父母成為自己嘅累贅，唔好嫌棄父母嘅醜陋，唔好嫌棄父母穿着嘅樸素。正所謂兒不嫌母醜，狗不嫌家貧。第五，多啲陪父母出去行下，趁佢哋仲行得喐嘅時候咧，帶佢哋出去睇睇外邊嘅世界，換個心情，令佢哋感受到大自然美好嘅同時，亦都感受到你對佢哋嘅關愛。我哋為人子女咧，就唔能夠忘記父母嘅養育之恩。君子不能忘本，百善孝為先。交朋友亦都係一樣噶，只要對父母好嘅人，就值得我哋去深交。明唔明白？明白，我知道點做啦。知道就好啦，飲茶啦。